2025年5月14日，復活期第4周星期三。天主，你曾召選聖馬弟亞加入宗徒的團隊，藉他的轉求，求你使我們也能歡欣接受你以慈愛所分配的，加入被選者的行列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使徒行傳12章24至13章5節。巴拿巴和掃羅奉差遣，上帝的道日漸興旺，越發廣傳。巴拿巴和掃羅完成了供給的事，就回到耶路撒冷，帶住稱為馬可的約翰同去。在安提亞的教會中，有幾位先知和教師，就是巴拿巴和稱為尼結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求，與希律分封王一起長大的馬念和掃羅。他們在侍奉主和禁食的時候，聖靈說，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做的工作。於是他們禁食禱告後，給巴拿巴和掃羅按手，然後派遣他們走了。他們既蒙聖靈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從那裏坐船往塞浦路斯去，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猶太人各會堂裏宣講上帝的道，也有約翰作他們的幫手。聖靈是宣教差遣的主體。聖靈說，要為我分派。宣教不是人的策略或計劃，而是聖靈主動差派。教會需要敏銳聖靈的聲音，在敬拜與禁食中尋求他的引導。教會是宣教的差遣者，他們禁食禱告後，給他們按手，然後派遣他們走了。地方教會不是旁觀者，而是主動參與宣教使命的群體。按手禱告象徵教會對工人的認可與託付。宣教以神的道為中心，就在猶太人各會堂裏宣講上帝的道。宣教的核心內容不是文化輸出或社會行動，而是宣講神的道、福音真理。團隊服侍與配搭，也有約翰作他們的幫手。初期宣教不是孤軍作戰，而是團隊行動，彼此支持與補足。神學與應用，我們是否留心聖靈的聲音？安提亞教會是在敬拜與禁食中聽見神的呼召。今天我們也需要靈裡的敏銳與信服的心。我們是否給神空間對我說話？我是否在服事中聆聽，而非只忙碌？教會的使命不只是聚，也是差。教會存在不只是內聚牧養，更要外展宣教。我們的教會是否看重差傳與跨文化事工？我們是否參與其中？我們能否成為支持者或被差者？不見得每個人都要親身出發，但每個人都可以支持、禱告、奉獻、鼓勵。我們在宣教使命中扮演什麼角色？是否願意回應聖靈的感動？詩篇67篇1至7節。感恩的詩。願上帝憐憫我們，賜福給我們，使他的臉向我們發光，好讓全地得知你的道路，萬國得知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願萬民稱謝你，願萬民都稱謝你，願萬族都快樂歡呼，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，引導地上的萬族。上帝啊，
願萬民稱謝你，願萬民都稱謝你。地已經出了土產，上帝，我們的上帝，要賜福給我們。上帝要賜福給我們，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。約翰福音12章44至50節，耶穌的道要審判人。耶穌喊着說：信我的人不是信我，而是信差我來的那位。看見我的，就是看見差我來的那位。我就是來到世上的光，使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。若有人聽見我的話而不遵守，我不審判他，因為我來不是要審判世人，而是要拯救世人。棄絕我，不領受我話的人，自有審判他的。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，因為我沒有憑着自己講，而是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令，叫我說什麼，講什麼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所以我講的正是照着父所告訴我的，我就這麼講了。耶穌與父神完全合一。信我的人不是信我，而是信差我來的那位。耶穌宣告，他不是獨立行動，而是完全遵照天父的命令而來和說話。耶穌所說、所做的，就是父神的旨意與話語的完全顯明。信耶穌就是信神。耶穌是世界的光。我就是來到世上的光，使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。光是約翰福音的一個關鍵主題，象徵真理、生命、引導和神的啟示。信靠基督的人就得脫離屬靈的黑暗，進入神的亮光中。耶穌第一次來是為拯救，不是審判。我來不是要審判世人，而是要拯救世人。耶穌來的目的是施恩拯救，是給人悔改的機會。審判是末日之事，那時人將為自己是否接受真理負責。耶穌的話本身就是審判的標準。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。拒絕耶穌話語的人，其實已經站在審判之下，因神的真理本身就帶有判準的力量。神的話不是中立的聽聽而已，是真實永恆的生命與審判根據。神學與應用，信耶穌就是信神。我們不是跟隨一位與神無關的宗教創立者，而是信靠那位與神完全合一、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穌。我們是否真正把我的信心安放在耶穌身上，還是僅僅把他當成教導者或道德榜樣，讓基督的光照進我們生命每一處黑暗？黑暗可能是罪、恐懼、無知、破碎的關係、內在的謊言。我們是否願意讓主的話語和光照進我內心隱藏的角落，還是選擇逃避和遮掩？對神話語的回應決定我們的結局。耶穌的話將在末日審判人，不是因為耶穌定罪人，而是人的選擇讓自己站在審判之下。我們是否輕忽了主的教導？是否有聽見，卻沒有遵行的部分？讓我們同心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的教會在歷世歷代中回應你的呼召，成為真理的柱石與根基。你藉着聖靈的感動，在敬拜與禁食中向安提亞教會說話，
也在今天對我們的心說話。主啊，我們願意像那時的教會一樣，樂意聆聽你的聲音，謙卑地順從你的旨意。求你在我們中間興起更多願意回應呼召的人，無論是出發的宣教士，或是守望與支持的教會，讓我們都在你的大使命中找到自己的角色。聖靈啊，求你引導、揀選、裝備、差遣，如同昔日差遣巴拿巴與掃羅一樣，今天也差派你的僕人進入城市、鄉村、列國與未得之民中，傳揚福音，宣講你的道，見證耶穌基督的榮耀。我們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道日漸興旺，越發廣傳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